在自己频道的社群点按社群进去，再找这个花布的内容。你看道歌调记的歌曲哦，前面都加井字号咯。花布贴文以后有超连结功能哦，然后可以搜寻哦。现在要点按超连结了，现在要点按第32项，明天会更好。哇，这个就是歌曲的影片资料库目录啊，丰富的内容啊，跟明天会更好这一首歌有关的影片资料库目录，内容丰富啊。怎么把它加入播放清单呢？第一个先找那个很出名、很熟悉的，再选要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，再找那个要有歌词的哦。也有的没有歌词的叫伴奏的了，纯音乐的、轻音乐的。你看那影片时间比较短的才是唱歌的哦，比较长的可能是那个节目或者是整套的。现在要按右上角这个，可能是唱2次的。来，按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第2项，储存到播放清单。来勾选第2项，道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按完成，这样就把歌曲加入播放清单。学唱道歌啊，又可以参考了。